Hello，一睇呢個背景咧，咁就知道又係時候咧拍攝新嘅一輯《Love Forever》。今次第二次同陸福影阿林峰嘅 Prenet 啦。咁之前就同林峰就可能影過 CD 啊，同埋演唱會嘅 poster。今次有個主題就係愛情密碼嘅。咁佢就係將一啲愛用密碼嘅方式擺咗落去一個 product 上面啦。呢一啲點字就唔需要用語言嚟表達出愛意嘅，咁所以我哋就會諗起一啲電影嘅男主角，通常佢哋就可以唔使用語言嚟表達到佢嘅愛嘅。咁啊，揾咗林峰啦。我諗林峰佢就飾演呢一個角色。同陸豐合咗咁多年，我完成咗啦，件事都好 smooth，大家都好滿意啦，合作得好順利啦。咁啊，希望下一次再合作。咁啊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陸豐，同埋繼續支持我啦。細讀我的心，觸動你的愛，因為愛很美。咁希望大家都收到呢個信息啦。希望到時全新一輯 Prenet 你哋會鍾意啦。Thank you。